你哋喺度做緊咩啊？哥哥，我哋想截紙飛機啊，但係我哋一直截唔到，一直失敗。我細個嘅時候都經常經歷失敗㗎啦。好，就等我嚟教你哋一個保證起飛嘅接法啦。好啊！首先呢，將張紙對折先，然後打翻一張紙，喺機頭呢度呢，接一個三角形，然後喺隔離再接多一個三角形。時光荏苒，6年前嘅初秋，我哋宛如一張張純潔無瑕嘅白紙，緊牽住父母溫暖雙手，帶住幾分懵懂與好奇踏進校園。轉眼2000幾個日夜，全賴老師悉心栽種，以及同學朝夕相伴，將我哋呢一張白紙輕輕摺疊出獨一無二嘅軌跡。每一次操場上揚起歡笑聲，每一節課堂嘅啟發，都喺紙面上留下深刻而美好嘅印記。我哋開始發掘人生方向，有人渴望成為救死扶傷嘅醫生，有人立志做仗義執言嘅律師，有人期盼環遊世界擴闊眼界，更有同學夢想成為航天員，探索浩瀚嘅宇宙。母校正係我哋呢架夢想紙飛機最初嘅起點。一齊試下飛啦！預備，1、2、3。
請聚集，唱校歌，請全體肅立。